觉得是微然的不同。今天在应该是叫 baby fat， 10几年前，比现在怎么身材更好？像这个周慧玲小姐，就是在这个演唱，不好意思，你需要买东西的时候，总是要知道，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。它真的完全就是将所有全台湾最顶级的时尚文化呢，都是在我们的丽晶精品。You are all I long for, all I worship and adore. In other words, I love you. Thank you. 哇，好浪漫！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移一小步好不好？正中间哦，我是李全生，半身。OK， 来飞哥，来飞哥，来慧敏中间，来中间我的手。线我不关。来，两位左边来一个哈，两位左边对，谢谢。来中间下面，中间下面，中间这里麻烦一下。前面下面前面。左手边。右边，那我们让那个贵宾过去，我们在背板拍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here please。来，永杰前面，左边，上面。第一个坐起来，中间。对对，好，来这边，来看上面一点啊，永杰。左边，这边是前方，这里。慧敏这边，来左边。慧敏这边，好，来这边来。两位这边，前面。好，飞哥 Prada 停一下来。好，谢谢。前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一起合照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打对，这个是 Mr. Yeah， 对，是同事来合身的。买央 Prada。一起中间下面这里。中间下面。来，右边这一张。看到了吗？对。在这里。OK， 来两位一起中间。小玉可以。睇下你哋嘅同學仔好唔好睇啊？我今日好開心咧，可以嚟到呢度參加悠然歲月長者大學體驗生活計劃嘅畢業禮啦。咁我喺台上面見到咧有6位人，點稱呼你啊？我姓凌嘅。嚇？我姓凌嘅。Hello， 凌小姐你好。哦，見你今日嘅打扮好靚啊，係咪好靚啊？多謝。嗱，咁你今次就參加咗呢個計劃啦，咁你嘅心情點咧？好享受，因為咧又有資生堂教我哋增值，咁又有醫師教我哋啲咁就學咗好多嘢，好豐富啦。係啊，咁你可唔可以教我啊？講之不盡啊！咁陣間喺後邊教我啊，唔該你。多謝。你好，可唔可以同我講兩句啊？點稱呼你啊？係于小姐你好嚇。咁咧，你今年參加咗呢個計劃啦，有邊堂咧係令你印象係比較深刻㗎？參加課程咧，樣樣我都好開。化妝咧，俾我回憶翻我自己10幾歲嘅時候個年青嘅時候，即係好開心。同埋咧，好多謝資生堂咧，特別為我哋長者們咧咁多個造型咧嗰日化妝，同埋我哋對我哋嘅化妝啦、設計啦，係。咁另外一定大嘅就支持我哋啦，最緊要保良局。有冇嚟到啊？屋企人喺邊度啊？
坐喺邊度啊？嚟埋啊，匿喺度飲水嗰度啦。哦，hello，多謝晒大家。哇，好開心喎！唔該晒幾位，亦都多謝 Vivian 啦，咁支持呢一個有意義嘅活動嘅。有喺度參加呢個咁盛大嘅畢業禮啦，咁我見到啲長者朋友咧，好有學習精神啊！我自己都覺得係好佩服你哋啊！可唔可以再俾一啲好熱嘅掌聲鼓勵下大家？係啊，恭喜晒你哋，係，多謝。咁樣啊，我哋今日嘅多。